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是8月21日，诗篇25篇第50安尼讲：求你带我伫你的真理，搁教示我，因为你是救我的上帝，我通日听候你。大家来祈祷，带阮伫真理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尊贵、荣耀、永远伫地的独一真神，你是拯救阮脱离黑暗甲死亡的救主。主啊，你是道路、真理、活命。阮若无到你的面前找求你，就永远的活命是甲阮无分。所以，阮要专心致意来找求你，认捌你。也用一世人来跟对你。主啊，除你以外，阮无别个通倚靠，也无别个通互阮得到救，因为你是阮永远的盼望，你是救阮的上帝。所以，阮要通日听候你，听候你的教示，带阮行永远的路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感谢主，伊是咱的活命甲道路。伫咱的每一天，恳求主帮助咱，互咱会通通日听候伊的确要拯救咱，赏赐活命的盼望互咱，也带咱行伫永活的路。愿主的恩典甲你三个伫地，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